至高的爱紧牵于此生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2堂礼拜在2分钟后开始，再等一下下。平安平安，大家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起，虽然人还没到，但我们礼拜天早晨，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我们再来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
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现在弟兄姐妹跟左右前后的人说 ：“Hello， 你好，早餐好。”那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哈利路亚，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赎。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主啊，我们知道因着你，凡事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这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说世界暧昧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紧牵于四川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王的主称赞已足够。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感谢我们的神，感谢从你而来那无条件的爱来沐浴我，也求你持续感动我，并使用我去分享这份爱。主啊，同时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尽管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苦难、许多挑战，这些会使我们失去自己、失去信心。但我们知道依靠你，我们凡事都能做，连我这不配的人，你都拣选我站在台前。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你的圣名。我们在一起从头再唱一次这首歌。常听说世界暧昧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紧牵于四川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王的主称赞已足够。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常听说世界暧昧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
休。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精简于自称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事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精简于我主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事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们仍然站立，请用新的诫命来宣告我们的信仰的告白。请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进行奉献。我们一起低头同心来祷告，感谢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认识你名的人都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在你有无尽的慈爱，公义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你乐意赐下救恩，使得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得称为义。我们感谢赞美你，靠你的恩典行在义人的道路上。亲爱的阿爸父神，这时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心灵，主啊，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存一个谦卑的心，主啊，在生活当中常常学习感恩和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主为神所用的生命。主啊，谢谢你看顾与保守。我们要用耶稣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手上都有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周报了哈。我们要恭喜哈，早上我们有颁发了教会的奖学金，好，恭喜你们。第二，3月30号在礼拜六下午2点，我们要召开小会3点半，长职同工留意，我们要开长职会。第三，下主日3月31号为复活节赞美礼拜牧师强调一下说禾堂礼拜将举行今年第2次的圣礼典请有欲要受洗的还坚信你的弟兄姐妹们可想请跟牧师报名。也请所有的主内的肢体预备自己，好，我们要存敬畏、感恩的心，与主一同坐席。第四，下主日，我们爱餐后12点，这个是宣道部的，我们要举行那个复活节彩蛋活动，有想要参加的，请今天就跟英我们干事先报名。我们有礼物可以一起在1楼做联谊。第五，4月7号举行清明节联谊追思礼拜，和联合追思采登记制的登记请注明礼拜场次有2次，要交故人照片给干事。若在台语礼拜与华语礼拜有共同追思的故人2场次的追思照片可以用不同的。参加追思礼拜各语族最迟今天就请在跟郭干事登记。第六，2024年第2季的新眼光手册已经到达，请需要的在1楼去索取。肢体消息还有奉献的明细，请自己看。如果有错误还什么的，就请跟我们英国干事还是财务部联络。今天的圣经圣经章节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8章22到26节。我们一起用心来攻读我们今天的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23节，请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涂抹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正道知美牧师问正道的题目是：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谢谢。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读到福音书，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同样的故事好像常常在其他不同的
福音书里面出现。那我们有4本福音书，在新约里面的4本福音书呢，有3本是共观福音。那这个共观福音，什么叫共观福音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相同的记载，好，有相同的记载。那为什么要？或许你会有一些疑惑说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多记载？一个就好了，干嘛同样的故事要说3遍这样子？那其实因为3本不同的福音书就有3个作者，那3个不同的作者，他们就会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让我们呢可以有更多的方向去来认识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好，那我们从马可福音一路读到现在第8章了，来到耶稣事工的一个小高潮。好，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到之处都受众人欢迎。对于那些放下一切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是不是押对宝了？就感觉好像是押对宝了。最近的台股有一只股票还蛮夯的，大家还蛮抢破头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00940，对不对？我不在放名牌哦。当然还有一只台股啦，哈，在这不能讲说最近，应该也半年1年有了吧？哈，叫台积电，这个大家都听过吧？哈，就是如果你以前呢有把一些股票卖掉，然后呢孤注一掷买台积电，哇，那也是押对宝了哈，就非常的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卖那些，然后买这个台积电是买对了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些门徒呢，跟随耶稣这些门徒，他们现在其实有这种感觉，我真是押对宝了。我当初放下一切，跟从这位耶稣，如今真的是押对宝了。就在门徒满心欢喜，期盼着有大好未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伯赛大这个城市。伯赛大这个地方是耶稣他在加利利地区宣教的一个重点城市之一。那伯赛大也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的故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22节到24节，我们请音控放一下。好，22节，好，没关系，我来读。22节就是耶稣呢，他跟着门徒一起来到了伯赛大这个地方，有人带着一个盲人来要求耶稣给他摸一下。然后23节，耶稣呢就拉着盲人的手。好，没关系，不用找了，我们就直接继续看了。好，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就这个瞎子呢，这个盲人抬头一看，就说：“哦，我看见人，但是呢，他们好像树木这样走来走去。”伯赛大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相当大的城市，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这个时候，22节说，有一个人带着一位盲人，带着一个瞎子来到耶稣的跟前，在一个大城市热闹滚滚的地方。我们讲说医治特会啊，有参加过特会的举手一下。哦，好，手放下。好，那大部分人都不晓得特会是什么。特会呢，应该是有点类似那种，它的场面有点类似像演唱会这样子啦。好，演唱会，然后就有一个非常有恩高，好，非常有恩赐的牧师，他如果对医治这个方面非常的有圣灵的能力。好，也非常大有能力，然后他就在那个特会里面呢，可能动辄好几千人的那个场合，他就说：“好，我现在有圣灵的感动，然后你们脚若有不方便的，我现在医治你们，圣灵要医治你们，这样。然后呢，哇，在那个场合呢，可能就有很多脚不方便的，可能翻船的还是什么的，通通都可以医好。好，类似那种医治特会啦，所谓的听说的医治特会，大概是那个样子。”好，那今天耶稣在一个人那么多，我们好像西门町好了，我们最近就西门，其实我们中山的人也很多，对不对？如果在中山那个星光三月跟诚品南西那边，然后呢，耶稣就走，经过那边，就开始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盲人说：“耶稣，请你医治他，请你摸他。”一个那么棒的场合，一个那么棒做见证，可以让耶稣怎么样大显身手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好不好？好啊。人这么多，这么多人都在看，不用我说破嘴，耶稣摸一下医治好了，哇，
大家都要跟随耶稣了。可是耶稣呢，却反其道而行。耶稣不在众人的面前做这件事情。23节，耶稣就这个时候拉着这个瞎子的手，把这个人带到村外人潮较少的地方。他把他拉到边缘，比如说从那个星光三月陈品南西那边一直拉到，其实拉到经过我们教会，到我们教会这边大概是没什么人了哈。过了赤峰街这边来，人潮就是相对比较少。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耶稣在盘算什么？耶稣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在那样子的地方，门徒才不会被世上的骄傲迷惑。耶稣希望他们可以冷静的思考，在这些看起来相当风光的这些表面的事工当中，门徒的眼光应该要看什么？他们的眼光应该停在哪里？那这些门徒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在看什么呢？接着耶稣就说，23节说，耶稣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吐口水往人家的脸上吐口水。这个举动，按照我们本能的反应，可能都会先闪开，或者是马上就生气。你干什么啊？你干嘛吐我口水啊？有没有搞错啊？好，耶稣吐口水在这位盲人身上，他在暗示什么呢？暗示他不久之后他要被众人吐口水。耶稣在暗示他在不久之后也要这样子被对待。耶稣然后接着就按手哈，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然后又按手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啊：“你看见了什么？”照理说，他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了吧？因为我们马可福音一直读嘛，耶稣只要一说话，说一句话，那鬼就被赶出去了，对不对？好，耶稣只要一摸那个本来枯干的手的人，马上就好了；或是耶稣一摸那麻风病，就整个都好了，皮肤整个都好了，没有什么我们现在那种过敏皮肤的人就觉得非常的困扰，对不对？但是耶稣一摸都好了，完全都好了，所以当然应该是看得一清二楚啊，没有什么问题吧？可是那个盲人却说，24节，他说我看见人了，好像真的还不错但是呢，他要继续说，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在那边走来走去。按照这个盲人的说法，就是这个看见，他的看见并不是真的看见。那为什么这个盲人说他看见人呢？如果他是一生下来，一出生就是瞎眼的，他应该没有看见人，他应该不晓得我看到这个就叫做人这样子。但是我们晓得，盲人他也有听力嘛，对不对？他也可以感受到周遭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当然知道耶稣跟着他至少虽然带到人少的地方，但是耶稣的门徒还是跟着耶稣的，他可以知道周遭就是人，所以他眼睛打开看这些树木在走，他的理性告诉他这些应该就是人，但是他并不是真的看见。其实他不是真的看见。那耶稣的医治怎么失灵了呢？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就不能像之前其他的那些人？为什么耶稣就可以一句话摸一下就可以医治别人，就可以赶鬼？为什么我就不行呢？好，为什么到了我就失灵了？怎么这么奇怪？为什么耶稣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全然医治他？难道耶稣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全然医治他，所以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怕落亏吗？好，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有的时候常常给我们一个盼望，让我们尝到了一点点的甜头，但是却又会让我们不断的陷入在无里物，陷入在那种不确定的状态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会跟这个盲人一样，比如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服事。我们正常来讲，我们都会借着祷告嘛，好，借着祷告，然后呢，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灵巧的心，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那也可以安排好每天的生活，休闲生活等等的。那上帝呢，我们就会觉得上帝，你真是感谢你，真是回应听我们的祷告，好，给我做了这样子许许多多的安排，这是上帝给我们吃的甜头。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做下去的时候，往往有时候觉得是
再好的工作，有没有人在工作上碰到有那种，就是有你的同事有拉扯的，很掉漆的？你事情交办给他，或是他跟你是共同再去处理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是会扯你后腿的，有这种经验的请举手。没有啊，你们都好，有还是有啦哈。然后有的那种就说光说不练，说了好，我一定拿到，我这个时间5点的下班之前我一定给你。结果呢，人不晓得跑哪去，5点什么都没看到，就是有这种常常临时变卦又没有事先给你通知的，好，或者是那种虎头蛇尾，一开始拍胸脯保证，但是到后来都就没有下文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哇，这是一份令人称羡的工作，但是呢，在我们实际上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就会碰到很多这种很那个的事。好，牧师不方便讲的太难听。好，就是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善后，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毕竟以后还要工作，总不能总一直相看两讨厌，对不对？好，我们要花很多的精神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十字架。耶稣借着这不完全的医治，告诉他的门徒，没有错，你们有看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了，那些受万人敬仰爱戴的现象，大家都很喜欢看。然而大家的眼光也就只停留在那个表面上而已。停留在那光鲜亮丽的成就上，但其实他们这些门徒，耶稣说你们都没有看清楚，因为在这一些好消息，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表面上，底下是什么？底下是一个令人望之却步、避之却唯恐不及的十字架。你可以领很高的薪水，但是你一定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好，你一定会付出相对的代价。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在真实的盼望实现之前，必定会有十字架。婚姻生活其实也是如此啊。当我们经历一场非常令人称羡的婚礼，好，大家说哇，婚姻真好，好，然后看到许多人的婚姻也不错，就会很向往进入婚姻。但是有进入婚姻的人都知道，婚姻怎么样？在婚姻的背后，其实也是十字架的道路。在婚姻里面，我们要牺牲自己个人原本的喜好、兴趣等等的，不能爱玩多久就玩多久，不能想要怎样就怎样。过去单身的时候或许可以，但是进入婚姻就需要有一些好调整。所以呢，在婚姻里面就一定有修剪。不是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对不对？不是就是我们常常修剪自己的脾性跟个性，要互相调和嘛。好，所以呢会有磨合期，会有冲突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能一直冲突下去啊，总要和好啊，对不对？所以要有修剪。那在婚姻里呢，就是永不停止的学习啊。可能本来你不会做家事，你不会洗菜，你不会煮饭的，你可能不会晒衣服，晒完衣服可能像梅干菜你没有吃，你们可能吃过梅干菜，但是没有看过梅干菜是什么样。好，就是这个衣服呢，整个皱皱的，塞起来就皱巴巴的那个就叫梅干菜。梅干菜就是长那个样子了哈，就是可能这些你以前都不会，可能你的家里的人都会帮你做，但是呢，进到婚姻，不管你会不会，你都要去学。好，特别现在做菜很方便啊 ，YouTube 上面什么菜你都可以做。对不对？只要你有心看去学，你都会。不要说啊，我不会，请你上 Google， 好，他一定会教你教到会。好，所以呢，婚姻其实怎样？婚姻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奉献啊。那么弟兄姐妹，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里，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的是表面。耶稣那些令人非常满意的事工，就是医治啊，或者是赶鬼啊，那种蛮有服事的能力，还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事工底下所背负的十字架？我们看见的是总是看到表面呈现的那些现象，还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内在，或者看到别人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主的同在，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更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耶稣在这之前，他在医治这个盲人之前，他已经医治无数人了。照理说，这个盲人应该也不例外，但是耶稣却没有照着大家的心中所期待的 SOP 来走。耶稣借着这次的医治，就是提醒，不要一直专注在表面上，在世界上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这一切，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有死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可能没有到老，我们就死了。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在世上所追求，应该是说，不是说不能追求，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太过于追求的过度，所累积的这些东西，其实到我们断气的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我们明明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想要追求，想要累积一些东西。那些表面上的风光都会过去。耶稣在提醒这些门徒，千万不要被眼前的成功迷惑，因为耶稣说他要走的就是一条前往十字架、受人凌辱、被众人弃绝、吐口水的道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那位盲人，我们就像这位瞎眼的人，被世上迷惑，有的时候会失去方向，有的时候会觉得怎么这个尝到一点甜头，后面就没有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来教会啦，我们都受洗啦，可是好像还是很多的困难呢，还是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搞不清楚、一知半解。但是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只要我们持续在耶稣里面，只要我们持续参加教会的生活，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 PPT 没有出来，我们22节的经文说，有一个人，刚才牧师也有读到，有一个人带着这个瞎眼的来到耶稣跟前。只要我们持续在基督里，就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把我们带到耶稣跟前。那这个人会是怎样的存在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人他可能是我们的乐团的乐手。所有的乐手，他们透过音乐把我们带到耶稣跟前。他也可能是司会，借着司会的读经、祷告，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当然也可能是牧师，或是见证分享的人，或者是任何我们请来的讲员，透过圣经的诠释，透过他生命的经历，透过圣灵的感动，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可能是招待司献的同工，透过奉献，让我们经过奉献，可以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他可能是一个爱餐服侍者，透过做爱餐，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能也会跟这个盲人一样，怎么看不太清楚，好像一知半解。有的东西我们就还是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接着往下看25节。好，25节这里说，随后耶稣又继续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看不清楚嘛？好，耶稣说我就让你看清楚一点。好，他定睛一看呢，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楚，每一样都看得很清楚，不只是看清楚人而已，周遭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礼拜当中，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因为在礼拜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耶稣会借着他的众仆人，借着圣灵，一而再再而三的按手在我们身上。在礼拜里面，耶稣会亲自不断的为我们按手。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就真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确实明白了，但是很多时候或许我们还是有一点懂，又没有什么把握。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会持续的在属他的教会进行医治。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吐唾沫，我们被吐口水。被吐口水是表示什么？被拒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被拒绝，我们祷告好像没有被听到。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耶稣他始终与我们同在，他的十字架，他被钉子钉过的那双手，
始终都在。也因此，我们所经历的痛，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困难，其实耶稣都懂。那种无奈跟无助，耶稣他都经历过。耶稣他那双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那钉痕的手，总是愿意继续牵着我们继续向前。那双手带给我们力量，那双手带给我们盼望。我们再来思考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看到许多被钉的手。其实在教会里有许多人的手是被钉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看。什么样的手呢？牵着那个另一半，或者是牵着小孩的手。要能牵着另一半的手来教会，表示刚才有讲到嘛，在婚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牺牲跟奉献。好，牵着小孩的手呢，好，比如说像博彦、心如带着他们可爱的可晴跟凯阳这样子来，好，还有那个凯华带着盛燕，那小 baby， 小孩幼幼，我们讲的幼幼班的，然后还有一些儿童班的。父母会带着孩子来教会，我们看到非常温馨美好的画面，但是在这个温馨美好的画面的背后是什么？博彦看起来非常的累，但是他非常的专注。他为什么累呢？因为昨天他们南北奔波一日游啊，跑到高雄，跑回来，自己一个人跑都已经很累了，还要带着两只，好，跟心如两个人一对一，好，1对1比赛。他们昨天已经打了1场1对1了，而且还不是昨天1场而已，昨天以前都好多场1对1这样子，从2对1变成1对1，非常的疲累，但是他们还是来，这是他们的牺牲，这是他们的奉献。那一些今天台语堂有颁发那个逐日学，就是有颁发那个奖学金嘛，会站在台上能够领这个奖学金的，背后代表的是什么？背后代表是他们的父母非常的坚持给他们正确的宗教教育。这宗教教育不是只有在主日学这1-2个小时，而是在家里每一天他们坚持做的这些宗教教育。这里面有多少的牺牲，多少的不要说流血了哈，流汗、流泪，甚至于流泪，对不对哈？我不晓得定信小时候怎么样，博彦小时候怎么样，宇翔婉柔小时候，还有那个潘杰，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曾经不想来教会，但是妈妈逼着你们来教会，然后呢，在心里淌血，我为什么今天要去教会？好，这样子的那种抗议哈，有人没有，有人有，好，就是这个背后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还有什么手呢？这些父母的手其实都被钉了很多钉痕呐，哈，或许小孩子也会觉得说，我的手也被钉了啊，哈，因为我父母因为我不去教会就骂我、打我，哈之类的这样。好，还有什么手？刚刚讲到弹奏乐团嘛，弹奏乐器的手，不论是钢琴、吉他、贝斯、鼓，背后是多少的练习？不是只有礼拜5的那个练习耶，他们会弹的背后，已经不晓得练习了多久了。还有我们讲到说，像音控啊，音控在服侍，在那个像刚才子爱就赶快要补一张 PPT 啊，在那边打，好，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在唱的时候想说，怎么音控又那个跳针了？该放下一页怎么没有放下一页？这 PPT 怎么又放错了？哦，他就被钉了嘛，对不对？他的手就被钉了这样子哈。所以呢，好，这个没关系，所以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被钉啊哈。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服侍的人，我们的手其实都被钉过了，是吧？哈，钉在心里啊，哈，但是我们的手在做事嘛，哈。那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哦，我们的团契啊，我们团契的一些活动啦，或者聚会啊，一些联络这些东西，很多的手在操作，不断的发送讯息啊，好鼓励安慰，好或者请安问候等等的，还有长职同工之间，如果有谁能突然有事没来，赶快换班的、代班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代祷事项，好多手哦，好多手在台面下就没赢哎，很忙碌。当然，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之后，下到下面有爱餐，吃爱餐，那就更不用说了。从礼拜六，或许有人说啊，就这一碗而已哦，还好嘛。这么一碗而已哦。如果我们有这样子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从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子，有多少的人在切菜？切菜还有或者是削什么红萝卜啊、小黄瓜，有没有被削破皮的？切到手的，在煮的时候有没有被烫到的？被油喷到的？好，这些东西，还有盛饭帮忙盛饭端碗的等等的，很多的手，还有整理清洁、倒垃圾、倒厨余的。另外还有我们的社区老人，我们的社区老人施工有将近100个人，这已经算是一间教会的人数了。有多少人服侍他们？老人家其实不那么好，虽然我讲得很小声，但是这个麦克风太大声了，还是会小声听得出去。老人家其实不是那么好应付的，对不对？好，大家都点头。好，但是呢，他们也是甘愿这样被定。还有什么呢？当然还有我们篮球队的哈，今天那个博彦穿一个湖人队的那个球衣，湖人队没错嘛哈。他们这些同工啊，篮球队的同工组织起来，把有30多位爱好篮球同好的，把它组织起来打福音篮球。他们也常常弄得捉襟见肘，很累。也是会被定，好，不管是被谁定，总是呢就是有这个钉子都是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的。还有刚才我们在算我们的财务要算钱嘛，好，感觉算钱爽不爽？算钞票，可能我一辈子都没算过这么多钞票，算钱感觉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定性摇头。但是他们算钱要合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饭哎，他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爱餐啊，都是吃冷的、干掉的。然后呢，如果账一时之间对不起来啊，还要那边胃痛那边吃，就是忍着胃痛，因为饿嘛，饿到一个极致了，就变成不饿了。然后不饿，可是饭已经有人帮他填好了，他还是得吃。好，他们其实他们没法好好的享受爱餐。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好好的去看见？每个礼拜我们来做礼拜1个小时，然后呢吃了爱餐，可能好聊个天2个小时好了。这2个小时我们看到了很多，其实都是一过去就是一些表面上的现象，但是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一双双被钉痕的手。我们这些同工。都经历过无数次的被反对、被敌视、被责难、被嘲笑，有许多的无奈跟无助。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服侍？为什么我们还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牵着耶稣的时候，或者是当耶稣牵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那双被钉痕的手，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双钉痕的手。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因为最大的痛就是落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然而，我们也要更清楚知道什么呢？只有继续跟着耶稣，当我们牵着耶稣那个钉痕的时候，只有我们继续牵着他，即便我们也被钉了，但是只要我们牵着他继续往前走，我们才能摆脱在那个苦难之地不断打转。只有牵着他继续往前走，我们才能经历死，从死然后被致死之地，我们才能怎么样？才能复活啊！我们如果就停在这边了，我们就永远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永远在那边下不来了。所以只有继续跟着、继续牵着耶稣，我们才能复活，我们才能脱离这个十字架的痛苦，或者是轻看这十字架的痛苦。我们轻看这些痛苦。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复活的大能是胜过这一切的。好，紧接着在最后一节26节，耶稣打发他回来，都治好了，都看见，都看清楚了 ，OK。但是耶稣却说，
你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为什么？为什么我得了医治，我看清楚，我还不能去做见证呢？因为我们在读福音书的，一直读到这边，其实耶稣都一直告诉人，不要说，不要说，先不要说，先不要说。为什么？因为许多人的眼光还是只停留在看到表面那些事情。很多时候，别人其实没有办法看见我们所做的牺牲跟奉献，因为就这样子看过去嘛，就这样经历了嘛，就这样走过去了，就这样吃完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在这背后，在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教会生活，这一场礼拜，在这个背后有多少人的付出？很多时候，没有人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内心的煎熬跟委屈，但是耶稣都看见了，耶稣都看见了，他看见你的苦、你的难，他都看见了。他不只看见你遭遇什么，他更看见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渴望，能够被安慰、能够被同理的那个渴望。他也看得见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他看得见我们到底能忍到什么地步，他也看见我们有多少的潜力还没被激发、被发挥出来。耶稣总是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份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份连死亡都不能隔绝的爱，那就是十字架上的爱。从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受难周，从今天开始就是进入受难周，礼拜五就是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眼睛可以先闭起来，好，牧师说你们想象耶稣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已经穿过了他的双手，已经穿透了他的双手，撕裂了他的肉、他的骨头。当他的体内的血液不断流出，渐渐失去了意识，失去了体温。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穿透了他的手，血慢慢一滴一滴的流，失去了意识，失去了体温。你看见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是一条孱弱即将消失的生命吗？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毫无抵抗、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的生命吗？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见的是，即使耶稣现在的情况是如此，他依然有爱人，他依然有可以医治我们、安慰我们的能力。即使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一个这么虚弱的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虚弱的身体依然可以带给我们医治，带给我们释放，带给我们力量。这是我们应该要看见的。我们现在把我们眼睛打开，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的爱从不保留，他从不保留。所以你受的钉痕，你所流的血，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觉得真的已经很没力了，好像已经做不下去了，有许多的委屈，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些，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耶稣知道，很多时候连我们都不知道的答案，但是耶稣知道。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因为主耶稣的爱对你对我是毫不保留的。常听说世间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不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必无别求，无从解
万事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显于直传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事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间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痛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显于自传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事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谁忍受痛苦？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显于自传的手，看血在流，反应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事不朽。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为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这是何等牺牲的爱！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献在十字架上，就使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走向光明。主，这样子的痛无法诉说。主，如今我们唯有用我们的信心继续跟随。主，因为这样子末道的盼望、复活的盼望，你已经安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我们谢谢你，在盼望之前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十字架上的爱。主，我们唯有继续牵着耶稣，继续往前，继续往前，我们才可以摆脱我们的十字架，摆脱我们的痛苦，摆脱我们的委屈，让我们在
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那复活的盼望、复活的大能，能够得主你的称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助与帮助，帮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牵着耶稣钉痕的手，继续向前，直到复活的那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哈哈，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哈哈，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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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